好，歡迎嚟到我係張張。作為呢個連更 YouTuber 咧，短時間內咧出2條片咧，係咪應該撳個訂閱支持下先呢？訂閱又唔使錢嘅係咪先？咁啊，之前我都講過點解我更新速度會咁慢啦。第一就係 One Man Team 啦，第二就係其實我每一條片咧都度咗好耐嘅。咁啊，剪片同埋寫稿每一個細節位咧，我都要好細心。另外網上面嘅解說片咧，大部分都係速看。咁我都明白呢個時代係要講求快節奏嘅，但係我自己嘅影片咧都有個人嘅風格嘅。咁我就唔會做佢哋嗰種要求快睇完嘅風格嘅。我係務求各位無論係要回憶睇翻呢套作品啦，定係新入翻去睇呢套作品咧，都可以靠我嘅影片睇得明呢套作品想表達啲咩嘅。另外作者創作咁多種角色出嚟啦，而且我哋每一個人咧都有自己中意嘅角色，所以我每個角色都會稍為介紹一下，尤其是係主角嘅球隊雷門中學全隊角色咧，因為出現嘅時間比較長啊，所以陣間我會逐一介紹。小介紹完畢，直接入正片。一開始一粒足球由半空中劃過，並且連個龍門都射死埋，順利破網。原來比分已經嚟到13-0，究竟係邊隊波咁勁呢？原來就係日本嘅一間足球名校帝國學園。而帝國呢，對於失敗者嘅處置就係解散足球部。之後有架車突然出現，將所有嘅地方夷為平地。喂，大佬，踢個波啫，而家政府收地啊！睇真啲，原來佢係一架車。你話潛水艇我都覺得唔過分啊！某一日，我哋嘅主角原堂手，咁我上一條片就有介紹過噶啦。咁唔知嘅話咧，可以睇翻上次嗰條片。喺放學之後咧，即刻跑去足球部嘅基地督促隊友去練習。可惜呢班茄喱啡咧完全冇反應啊！呢個時候就要介紹下主角嘅隊伍同學校啦。主角而家讀緊嘅係雷門中學，原堂今年係初中2年級，係足球隊嘅隊長。眾所周知咧，足球係11打11嘅，但係呢隊咁嘅足球隊咧，夾埋原堂先得個7個人。明知都唔齊人咯，班隊友點會同你練波啊？就係因為連比賽都冇得踢啊，練波嚟做咩啊？所以喺其他學生嘅眼裏邊，足球部只係一個多餘嘅社團。順便講下主角以外另外嗰6個人先。染江龍五同原堂一樣係初中2年級生，位置係前鋒，特徵就係呢個粉紅色頭同埋左眼下面有粒雷痣，性格咧就好魯莽，而且容易同人嘈交。半田真一樣係2年級生，位置係中場，特徵咧就係呢個啡色嘅短髮。性格就溫和同埋樂觀，而且成日好關心人，不過就係有啲懶咯。每樣嘢咧都表現平平，算係一個平均型嘅選手嚟嘅。咁小學嘅時候咧，佢已經參加過足球隊噶啦，興趣就係好中意睇漫畫。OK， 以下講嘅全部都係1年級生。少林寺部之後就會簡稱叫佢少林，位置係中場，特徵咧就係呢個一小撮嘅劉海同埋長馬尾。2隻眼咧就好似一個加號嘅形狀咁樣嘅，係隊裏邊咧最細粒嘅一個人。因為有練武術嘅關係啦，所以佢嘅身手咧非常之敏捷，而且擅長傳球同判球。不過性格就有啲毒舌，會用一句話咧刺中對面嘅心靈，即使對方係學長都唔例外。玉戶左吉，我查咗呢個字點讀好耐啊。位置都係中場，特徵咧就係呢個爆炸頭同埋呢個好似紅蘿蔔嘅鼻。對自己嘅實力咧其實冇乜自信嘅，所以成日都要依賴人哋。碧山平五郎，位置係後衛，身形咧就非常之大隻嘅，體重高達150kg。講嘢嘅時候咧喺句尾度咧會加上咁嘅音嘅。雖然佢睇落去好似好大隻啊，但係其實佢好細膽嘅，只要一緊張咧就會去廁所，甚至會匿埋喺個櫃裏邊。另外仲有一個好嚴重嘅畏高症，即使 stay 喺上下架床啊，都會覺得焦慮到瞓唔到覺嘅。最後一個栗松鐵平，位置係後衛，特徵咧就係呢個栗子頭同埋臂上面咧貼住咗塊膠布。咁佢成日咧就同碧山一齊嘅，2個人亦都會一齊練習，興趣係非常之中意打機。另外都劇透埋啦，升上3年級之後咧，佢會成為呢個雷門中學足球隊嘅隊長嘅。OK， 介紹晒成隊啦，之後會越嚟越多人嘅，亦都會逐一介紹。以上我講嘅全部人，連埋主角，暫時都係冇必殺技嘅。講翻劇情呢邊先，原堂因為睇到呢班隊友完全提唔起勁，就非常之嬲咁樣走咗，仲爭啲整爛埋足球部塊牌添。可以睇得出，其實呢度都幾耐歷史下噶啦。但係班隊友就係唔明點解原堂咁熱血，因為聽講足球部都就嚟解散啦。其實足球部咧仲有一個女經理木野秋，之後會簡稱叫做阿秋，特徵咧就係女人咯。呢個粉紅色髮夾計唔計啊？其實練習係要借場嘅，咁阿秋咧就係負責借場嗰個，所以如果借唔到場嘅話咧，就要去佢哋嘅秘密基地河邊去練習。當然練習嚟來嚟去都係得原堂一個啦。雖然對手係小學生，但係原堂咧非常之認真對待每一場波。就喺練習嘅中途，有個人唔小心將個波踢咗去牆邊，仲爭啲踢到人。見到咁嘅情形，原堂梗係第一時間上去道歉啦。但係估唔到對面竟然係 MK 仔嚟。就喺佢哋將個波踢去呢個小妹妹嘅時候咧，突然有一個男仔跳咗出嚟，並且兜腳將個波省翻落去個 MK 仔塊面度。
爽啊！玄堂當堂睇到呆晒，就係咁就成功嚇走咗2個 MK 仔。玄堂就係因為睇到啱啱呢腳射門，其實可唔可以叫做射門啊？射面咯，二話不說就即刻邀請咗佢一齊踢波。不過呢個人連應都唔應佢，就因為呢件事，玄堂翻到屋企之後呢，就同爺爺講：今日我見到一個好犀利嘅人。冇錯，爺爺只係一幅相嚟嘅啫，因為佢已經香咗啦。佢就同爺爺許願，如果有個咁嘅人嚟到我哋嘅足球隊就好啦。果然啊，第二日佢就出現咗喺玄堂嘅班房啦。大佬，你阿爺喺邊？我而家即刻搭的士過嚟。而呢個人物呢，我之前條片都介紹過噶啦，豪劍自修也，豪哥。豪哥啱啱今日正式轉學嚟雷門中學，咁佢之前讀嘅學校係木戶川清修中學，之後比賽會遇到呢間學校嘅。嚟到呢間學校咯，玄堂梗係唔會放棄任何一個機會邀請佢入足球隊啦，有大佬 carry 喎。點知我哋嘅豪哥回應佢：不過就喺呢個時候，半田傳咗一個消息過嚟，就係校長急 call 玄堂。原本玄堂仲以為校長會解散球隊，原來只係同佢講1個禮拜之後有一場練習賽。對手就係帝國學園，你就係嗰間產地公司啊！講翻呢場比賽先啦。咁如果輸咗呢場比賽嘅話呢，足球部就會立即解散。唉，又要介紹人物啦，好煩啊！雷門夏美，位置係冇位置，遲啲會係經理人，同玄堂一樣啦，都係2年級生，十分靚女，留住一個茶紅色嘅長髮，瞳孔係啡紅色，聽個姓都知啦。佢就係雷門中學理事長嘅千金，亦都係學生會會長，係個有家底嘅人。喺學校裏邊咧，相當有權威，差唔多全部人咧都要聽佢嘅命令。另外因為靚嘅關係咧，咁佢喺學校裏邊咧，其實仲有一個 fans club 添。由於一開始咧就含住金鎖匙出世啦，所以咩家務都唔識做，煮嘢食就更加唔使諗啦。聽聞呢件事之後咧，玄堂就將要同帝國學園比賽嘅呢件事話咗俾隊友聽，班隊友當堂嚇到尿都飆2滴出嚟。當然面對住足球部解散呢個風險，呢場比賽可以話係踢硬㗎啦。而第一件事要做嘅嘢係揾齊11個人先。人都唔齊點踢啊！就喺呢一段日子裏邊，玄堂不停喺學校每一個角落揾齊11個人，當然唔少得豪哥啦。玄堂再一次拜託豪哥入足球隊，但係豪哥再一次拒絕咗玄堂。玄堂就話唔理啦，特訓先。而佢嘅特訓方式就係攞個車胎毆打自己，都啱嘅，殺人足球啊嘛，唔將啲技能點數點去防守嗰度，用乜嘢踢下波死鬼埋啊！就喺佢訓練緊嘅時候，有個人突然間行咗出嚟，呢個人就問：究竟呢個係咩特訓方式嚟㗎？玄堂就話筆記簿裏邊係咁寫㗎，呢本真係筆記簿嚟嘅咩？原來呢本筆記簿係佢爺爺寫嘅，而佢爺爺喺佢出世之前已經就死咗啦。佢爺爺之前擔任過雷門中學嘅教練，呢本呢就係當時佢寫嘅筆記。玄堂話如果想擋住帝國嘅射門呢，就唯有跟住呢份筆記去特訓。就係呢份誠心打動咗面前嘅呢位仁兄。原來呢個人呢係田徑隊嘅，玄堂之前一早呢就想揾佢加入足球隊㗎啦。而佢個名就叫做豐原一太郎，同樣係2年級生，之後咧就會變成雷門足球部嘅副隊長嚟嘅，位置係後衛，同時亦都可以客串中場。特徵就係呢個水藍色嘅長髮同埋馬尾，左眼咧就俾劉海遮住嘅。由於係田徑隊嘅隊員啦，所以就跑得好快。其實佢喺入隊之前咧已經同玄堂係認識㗎啦，而且雙方嘅關係良好。依家雷門隊成員加1。原來喺玄堂特訓嘅時候，隊友一直睇住佢訓練，就係因為玄堂嘅呢份熱誠打動咗咁多位隊友，係時候都要出翻一分力啦。主角就係應該咁樣推動人心噶嘛。去到比賽當日，除咗以上嗰8個人之外呢，仲差3個人。不過經過千辛萬苦咁樣揾法呢，終於有多個人嚟到隊伍當中。松野空介之後呢就會叫佢阿 Max， 同樣係2年級生，位置係中場，特徵就係無時無刻都會戴住呢頂冷帽，性格呢就有啲鬆散嘅，對大部分嘅事情呢大概都係一知半解嘅啫。雷門隊成員加1，咁樣計落去，足球隊仲爭2個人喎。冇錯，其實仲有一個存在感好低嘅人，影野人，都係2年級生，位置係後衛，特徵呢就係呢個紫色嘅長髮同埋遮住對眼嘅劉海，性格呢就非常之陰沉，成日講一啲負面嘅說話，令到隊友都好怕佢。但係其實佢好識照顧人，只係中意喺人哋背脊度講嘢啫。雷門隊成員又加1，不過時間係唔等人嘅，即使雷門隊得10個人都好呢，帝國學園準時到達。哇，咩事啊？咁大煙嘅喂，清潔姐姐冇掃地啊？咁多塵嘅？架車一打開門，一班人衝咗出嚟，鋪晒紅地氈，每個人踩住1粒足球。老實講咧，呢個出場費使唔使1000蚊啊？未踢波已經開始蝕緊錢咯。究竟呢間產地公司點解會揀雷門中學呢隊連人都唔齊嘅球隊嚟做練習賽呢？產地公司嘅經紀就話：呢間學校裏邊有一個有趣嘅人物嚟啦，
佢嚟啦，貫穿成套閃電11人嘅殺人狂魔，產地公司嘅頭目影山靈治，帝國學園嘅教練。原來一切嘅事呢都係佢指使嘅。見到咁大陣仗，玄堂當然唔會放棄呢個機會啦，即刻上前打招呼。仲記唔記得呢個人啊？上集又係講過喎。第三男主角軌道友人，軌道就話一場嚟到，不如俾我熱個身先啦。話就話熱身啊，其實就係想俾個下馬威俾雷門中學。哎呀，唔小心大力咗少少添。雖然玄堂呢球係接住咗，但係都磨到對手套都出晒煙。教練，我唔踢啦，踢個波啫，唔使揾命搏啊嘛。不過就係呢一球打起咗玄堂嘅抖 M 之魂。究竟第二個學員嘅比賽會發生成點呢？你咪嚇咗一下呢。我哋繼續講落去。睇完以上發生嘅事之後，碧山嚇到即刻去廁所。不過有個好消息，阿秋突然間帶咗一個新人過嚟，就係呢個眼鏡仔啦。木金欠流，同樣係2年級生，位置係前鋒，特徵呢就係呢副眼鏡。雖然唔擅長運動，但係成日都扮到自己好識踢波。你要我入隊係嘛？俾件10號波衫我着咯。因為10號波衫喺足球嚟講呢，就係最好波嘅人嘅着嘅波衫。但係就係呢個時候，因為碧山去咗廁所，所以暫時開唔到場。而東海老師就話唔可以叫人再咁樣等落去噶啦，快啲叫佢翻嚟啦！又要介紹下啦，東海卓，雷門中學嘅老師，亦都係雷門中學足球部嘅前教練。因為成日唔喺球隊度露面啦，所以令到隊員呢其實都好難以信任佢。講翻碧山先，原來碧山係因為緊張咧，搞到自己匿埋喺個櫃度。喂，究竟係點樣攝入去噶？最後要透過少林嘅一腳咧踢翻碧山出嚟。去翻場地呢邊，又有一個新角色啦，陰無春內。喂，你個名咁識色嘅喂，讀佢前面嗰兩個字又唔係，讀佢後面嗰兩個字又唔係，好難講落去嘅喎，大佬。叫佢眼鏡妹啦。1年級生，之後會係雷門足球部嘅經理，特徵就係隨時喺頭上面戴住嘅呢一副紅色眼鏡。認真嘅時候咧，佢就會戴住呢副眼鏡噶啦。性格開朗活潑，而且好多嘢講。OK，終於齊人啦，可以踢波啦。正常程序嚟講呢，應該係澤公治去決定開球權嘅，但係軌道就話讓佢哋先咯。呢個時候場邊又出現咗一個講波佬。放心啦，之後每一集佢都會喺度講波嘅。都話裁判同埋教練係唔重要噶啦，講波佬一定唔可以少。佢個名就叫做角馬圭太，而佢爸爸都係一個講波佬。呢邊我哋叫佢角馬。之後每一場比賽咧，佢都會喺現場度講波嘅。OK，講咗咁耐，終於可以踢場波啦！比賽一開始，染缸即刻 show 下 Colly 先，一個 Rainbow 避開咗帝國嘅雙人鏟波，之後即刻傳俾豐遠，嚟到禁區嘅位置，雷門不斷傳球唔射門，務求令到每個隊友都掂到一腳波。最後嚟到角球旗嘅位置，玉會一腳傳中，傳俾嘅係半田 miss 咗，原來係傳俾另外一邊嘅染缸先啱。第一腳射門嘅機會嚟啦，放心啦，一開頭吹到間產地公司咁勁，梗係唔會俾你入波啦。球權去翻帝國呢邊，龍門俾到軌道，軌道再俾上去前場嘅前鋒，喺中場嘅一腳射門，成功將玄堂連人帶波射埋入網，點踢都冇用啊！實力嘅差距就係放喺度。帝國之後利用壓倒性嘅實力，上半場已經拉開10-0啦。雷門呢邊呢，根本連節奏都跟唔上，相反對面連氣都未喘過。下半場開始啦，軌道一聲令下，使出全新嘅射門技——死亡領域 Death Zone。其實佢哋咁樣做嘅目的就係為咗逼豪哥出嚟。就喺雷門開始反擊嘅時候，帝國使出防守技暴風拎翻球權，再用射門技爆裂射球，將比分拉開到14-0。之後再透過暴力嘅踢法不斷將比分拉開，但係呢個時候都係未逼到豪哥出嚟。既然係咁嘅話，帝國就使用射龜嘅方式不斷向玄堂攻擊。官方自己吐槽嘅咋，唔關我事。就係因為豐遠擋咗呢一球，激起玄堂嘅鬥志。可惜實力嘅差距，最尾佢都係接唔到帝國嘅呢腳射門。而最後得翻一個可以企喺度嘅呢，就係木金。而佢就驚到劈咗件波衫落地下，就咁走咗啦。但係估唔到玄堂竟然再次企翻起身，見到玄堂點都唔放棄，豪彥志決定執起波衫，中途加入比賽。但係呢個時候，豪哥仲未正式係足球隊嘅人。不過軌道就話冇所謂啦，呢個本身就係佢哋嘅目的。球證呢一世都未遇過呢啲事啊！既然見到雙方都唔介意咯，咁就換人啦。比賽重新開始，帝國再次使用死亡領域，諗住解決玄堂。呢個時候，豪哥完全乜都唔理，直線跑去前場，因為佢信任玄堂可以擋住呢球射門。得到信任嘅玄堂呢，信心爆棚，使出全新嘅守門技——上帝之手，多坑嘅，成功擋住咗呢腳射門。之後一下長傳嚟到豪哥嘅腳下，因為一早跑位啦，帝國根本守都守唔住。豪哥使出射門技，烈焰龍捲射門，成功破網，雷門終於得到1分啊！
呢個時候，帝國嘅教練影山就話：帝國嘅目的達成咗，成功收集數據之後呢，就放棄咗比賽啦。所以呢場比賽係由雷門勝出。另外玄堂嘅表現都算係意外嘅收穫。不過比完賽之後呢，豪哥就話：我淨係得呢一次會踢波，以後我唔會再嚟。恭喜足球隊唔使解散啦，我哋亦都有得睇先至11人。OK，咁呢集就完啦，咁啊敬請期待下一集。咁如果你哋中意呢條片嘅話，記住撳個 like。如果大家想睇多啲片嘅話咧，就記得訂閱我啦，就嚟500訂閱噶啦，加油啊！記住撳埋個鐘仔，開埋全部通知，咁我出新片嘅時候咧就會有通知噶啦。下一集又唔知幾時出啦，咁啊趁而家得閒就出多啲片啦。咁如果想追蹤我嘅近況咧，記住 follow 埋我 IG。咁今集就嚟住咁多先，拜拜。